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日什么新闻重点。基隆潮景公园路口张棒山有10台汽车、2台奥多拜受到影响，2个人受伤。交通部长李秉安早起嘛去现场视察。有专家指出，中华若是发生战争，中共可能会指挥平常渗透伫台湾的第5纵队，破坏台湾的基础设施。今年是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35周年，当时的社会人士希望台湾的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作战要有觉醒。咱先来看基隆潮景公园的路口张棒山有10台汽车、2台奥多拜受到影响，有2个人受伤。交通部长李秉安早起嘛去现场视察，表示讲现场有真侪大石头啊，得爱先补破才有法度来处理。因为目前山壁阁无介稳定，时间得爱特别注意安全。按算6月11才会当来恢复双向的通车。透早就到指挥中心听公路局干部、交通部长李秉安详细听秋通的作业情形，佮了解当地的地质结构。因为基隆北陵路、潮景公园路段发生大面积崩塌，崩塌的面积达到4400平方公尺，落落来土方大约12000立方公尺，造成10台汽车、2台机车受损受困，佮有2个人受伤，好加在拢无大碍。还有一些危险的这个石头或土石来加以刷坡。来确保安全，所以整个作业大概需要到6月11号才能够恢复双向的这个通车。那这段时间公路局也有规划相关的替代道路。公路局调来大型吊车，将受困车辆调出来。另外，受损车辆，李秉安强调，会由公路局后手依据天灾也是相关问题，展开各备定书。李秉安也指示工程团队全力抢通，减少民众的不方便。尽量要把这个路赶快把它畅通开。这样的话，大家不管我们当地的人还是周边的人，交通能便利，这是最重要。那先做地质调查，那上面坡的这个岩块我们会用盐酸去固定这个边坡面的保护，然后把这个坡面稳定下来。因为案发地点沿线山壁是山叶岩，坡体无稳定，过去都有烂山落石。这摆崩塌了后，公路局也会强化壁面的防护，可能现场挖进一座小型油槽，以回环路各有落石造成油槽危险，也调来油车将油槽的油抽了。上面是这个计时，我们也怕说。到时候有什么闪失或是意外，所以我们先把油抽走。真的打到的话，这个油库这么大，这个油漏到海里面，造成污染都很麻烦了。这个路段过去是由基隆市政府来拥护，2014年了后由公路局接手，并且经费维护。公路局研判，这摆因为地动加上大雨，造成较侵占的崩塌。公路局会继续研究方案，加强监控甲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张棒山的基隆潮景公园的路口是无设山壁的监测系统，公路局是表示讲，这个地区算是地质佮算真稳定的路段，可能是因为最近一直落雨，进前又搁一直在电动，才会崩山。基隆潮景公园路段最早发生崩山的意外，因为当地并无装路石固定系统。公路总局讲，因为这是稳定路段，并无达到60公尺宽的装设条件。因为它这个坡度不高，它只有30公尺。60公尺，我们通常像我们公路局大概用在那种比较高的边坡，像比如说它从上面掉下来，那可能要有3到5秒的反应时间。公路总局也强调，目前省道有16个所在有装路石固定，大部分拢伫咧苏花甲大八线。这边第2线潮景公园路段发生崩山意外，亦搁在进行整治评估。因为最近台湾各地落雨真明显，再加上进前连线地动，属于盆地地形的台北市，瓦路边的边坡架顶头，拢有采被动式的防护网，防止石头落来，并且透过更经空气力土定型框架自动固定，2种方法要让边坡更加稳定。譬如说，我们有小规模的落石或者有一些缝隙的时候，我们就会请专业技师来评估，评估当这个地方的地质。那如果需要做工程整治，我们就来进行工程整治。边坡整治工程评估石头的寸尺、单条的路径，来决定防护网的悬度甲强度。台北市在地处也针对重点关心的地点来进行自动化即时监控。搭配仪器每5分钟自动回传资料，若是异常就当即时应用。
那当它仪器发生异常的通知警讯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确认仪器本身还是人为造成的异常。如果确实是因为我们量测到的一些变位跟变形所产生的这些警报的话，那我们第一个会先确认需不需要先做紧急的疏散。大地厝常态编谱顺ขั้的作业，并都是依照管理等级分做一个月一遍、一季一遍、一年2遍这种方法。若是发生风台或者是地动等特殊的情形，会启动机动巡视，24点钟内完成关注地点的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已经讨论真久的再生医疗法，今仔日立法院三读通过，规定讲毋是医疗机构袂当来进行再生医疗，违法上侪是当罚新台币2000万。另外，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伫花莲向乡亲来强调讲，国道5号佮环岛高铁的花东交通三法一定要拼伫7月16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也毋过因为国民党内佫有无共款的意见，鲍坤基即马转嘴讲哦，爱党内有共识才会来推动。再生医疗法制定通过。讨论已经真久的再生医疗法，随时伫咧立法院三读通过。条文内面明定，非医疗机构袂用执行再生医疗，若违反的相关立法，新台币2000万的罚款。你若伫咧执行再生技术进程，应该先进行并且完成人体试验。不过文字治疗是有条件免完成人体试验。未来将有更全面的法规和监管机制来保障其安全性、品质和有效性。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加速通关，或是做例外的治疗，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做把关。伫咧议场内朝向对有高度共识的民生法案合作伫咧推捒，不过争议法案又还搁在攻防。行政院长杜永泰催三案宴请民进党的立委做正式的沟通。另外立委吴思瑶讲，关键就是打击诈骗4法一个花东三大交通法案，尤其是花东3法欠债员调查加交通评估较歹执行。这3个法案，那目前在裁员的筹措，在相关的交通评估都还付之阙如的状况之下。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窒碍难行。国道6号打通或是环岛高铁的兴建，都是比照台湾高铁政府零出资，由民间企业集团或者国际企业集团来兴建。对另外批评是钱客法案，鲍坤基北讲伫7月16进前要拼3套，不过即马团讲党内有无共款的意见。鲍坤基也解释，讲会伫咧党内有完整的共识了才会推动。因为打击诈骗4法之一的洗钱防治法的修正草案，虽然已经送司法委员会审查，吴思瑶表示已经甲民众党的吴珊珊会一共识，也搁强调条件破冰是无勇气。每个法案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当然要互相沟通怎么讨论。因为吴珊珊是表示，委员会做讨论正正常，因为立法党团拢有家己的版本，当然有无共款的意见，这只是审议的过程，并不能讲这是毋是有共识。上边就是保留送协商这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防部公布讲，今仔早起8点20分开始，就有23架次的中共军机配合军舰伫咧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中共的动作是真多，美国媒体嘛指出讲，美国的国防部伫2022年就成立对台高级整合小组，要来提悬对台湾军事援助的效率。另外，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初6会伫台北来举行，今年计共是有27间美国的国防厂商会来参加。国防部伫咧随时公布，自早起8点20分开始，总共侦获歼16、运8加无人机等23台次的强机了台，来配合强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伫初3规工，由8台强舰、4台中国的海警船加19台次的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面对强军继续的侵扰，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美国国防部2022年就由副部长史克斯成立一个秘密的对台高级整合小组，主要伫咧提悬对台军援效率一个协调的工作。报道内面讲，这是5角大楼第一遍为非战争伙伴组建高级的整合小组，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台湾战略的重视。用意就是快速打破美国各个行政机关，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国安会等等的这种协调工作，国防厂商这种生产的速度，来快速交付台湾的这个所需的防卫武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是有讲，将会审议一项预算法案，
其中包括提供予台湾5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也有上济20亿美金的贷款加贷款担保，来强化台湾的核实力对抗中国。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友人持续展现对台支持，也将密切关注该法案的后续进展。去年由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卢德所带团来台湾参加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随后再一遍伫台北进行。美国国防承包商的规模自25间变做27间，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贝尔，也有无人攻击艇公司。伫访台期间，将会拜会政府高层，就无人机、军工产业加相关合建交换意见，并且计划要参访中科院也有汉翔公司。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无放弃拍台湾有专家指出讲，若是发生战争，中共可能会指挥平常渗透伫台湾的第5枪队，将对于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来进行破坏。有官员是指出讲，开始发现讲，伫台湾的第5枪队有愈来愈侪人的出现，甚至有立委指出讲，恐惊有10万人。呼吁国安单位应该要建立相关的风险标准来有所管理。面对中共新冠台海紧张情势，国军伫咧去年的汉光演习，特别针对台北车站甲炼油厂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加强演练，防止伫咧战争的时阵，伫中共的第5纵队渗透破坏。目前伫台湾的第5纵队人数有到4-5千人，包括来台湾的中国人、中国籍的配偶，伫台湾发展组织，也有个人甲恶道帮派被吸收。若是两方发生冲突，这个人恐惊配合中共的策应。有立委也警告讲，伫战争时阵，高风险族群的人有要到10万人。针对这些基础建设，增加我们的设备能量，还有投资，才可以确保说，不管他们在台湾，不管你所谓他们的这个敌人的协力的这些单位人数有多少，我们都能够拥有更好的准备。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设施，每次大跳电、大停电，不是都是松鼠、小鸟或是一个椅子碰到什么，这些都是可能的第5纵队，政府要好好的去做。第5纵队不同时伫台湾进行渗透、占卜，对台湾攻击的手段正多元。唔仅只是武力的压制，也佫包括操作认知作战、发动网络骇客攻击。具体目标是锁定中油、台水、台电、边科学园区、通信传播等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伫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有300外所在，国军有注意到强军的目的，也做好反制手段，甲1年期的义务役纳入宪兵，做伙来协防，配合保利纵队宪警联手，强化防卫部署。那么战时会由重要目标防护部队来进驻，负责统筹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单位之内的保警、民防团队以及特种防护团等等单位，来确保设施的安全。主要的系统停摆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备用的系统，让它立刻接手运转？那你会需要机动性，比方说可以在发生状况的时候，很快的去归因它的那个，就是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并且快速的去修复或者是快速去应对。学者分析，第5纵队不是反台主要战略，是制造社会动荡，减弱台湾民生士气。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也发动无剧本的演习。针对网络骇客，第5纵队可能攻击人员、政府机关、台积电，强化紧急应变的防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民党的立委按什么提案来修正东山条例，要避免救国团的资产充公。救国团是强调讲，因本地是国防部管的单位，后来变作是社团法人，不是虾米国民党的附属组织。麻烦讲政府就要善待为国家公益付出的人民团体。特别休热，各种无共类型的野队宣传活动也开始啊！未抢讲休热的野队联盟党旗，甚至还有费用无到1000块的学生野队，会当参加1天到3天的各种课程。像我们南洋文艺营，其实我们是跟就是县政府那边有做合作，那就是它其实是有部分的去减免，费用相对低的话，就是大家会比较接受度比较高，也会愿意去尝试看看一些平常没有尝试过的营队。国小生1到6年级，他们都可以去参加比较轻松、比较生态系列的。救国团伫今年休热，造出生态、山野、志愿服务等8大类3000外体制野队活动，估计会当吸引56000外人次参加。
但是外界即马更加关心的是，国民党立委提案要修正东山条例，增订赋税组织的但书，而且追溯既往，要为救国团改图。当时我们隶属国防部，救国团成立的时候就是政府组织，政府组织怎么会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党产会查我们的财产，也都说过我们的财务非常的健全。而且他查过，我们没有1毛钱流向国民党，包括我们办活动的收入、捐助我们的捐款，那这些财产怎么会是不当党产呢？国民党团认为，将救国团认定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有真侪证据，希望朝野会当搁再讨论。民进党团是认为，提案想针对个案，会违反社会公平性甲法律安定性。但是救国团强调，成为一个跨党派公益组织。成立72年来，陪伴真侪青年成长，而且是无分党派，拢决定为公益伫努力。希望政府会当搁再想看卖咧，看安怎将救国团和解共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这个日子嘛伫中国消失了。最近伫香港，中共又搁一直掠民主运动人士来抬价假交哦。香港嘛已经无法度办六四的纪念活动，都有当年六四的社运人士毋茫讲，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就爱有觉醒。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到当已经35年。中国当局有关禁止讨论六四，关在香港是全球六四纪念活动上大的城市。自今年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以后，最近香港政府佮逮捕真侪民主运动的人士，人民是愈无可能举办纪念活动。35年前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历史学者的吴仁华表示，在法律方面，香港政府已经愈来愈专制。今天在香港。不仅不能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甚至在网络上提到有关六四纪念活动的言论，都会被控罪。对暴力跟宣传，始终是中国这种专制体制所惯用的手段。吴仁华提醒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作战爱较密切咧，袂当袂记得中国专制的本质。针对六四事件，总统赖清德伫6月初4即天，也呼吁任何政权拢应该勇敢面对人民的声音。陆委会拜一也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国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包容无共主张。为着要让民众了解纪念六四的民主意义，台湾的民间团体坚持维持惯例，举办六四纪念的相关活动。因为咱实行的是民主宪政的制度，这呢拄好是35年前中国人民伊所要争取的所以台湾的存在就是咧证明讲伫华人的社会中国的文化嘛会当实行宪政的民主，这对于共产党来讲，都是伊的统治的这个正当性上大的这个打击。兵团表示，六四的纪念活动办伫中正纪念堂，自下晡开始有民主市艺术展，下暗也有晚会。因表示，办这活动毋但是要纪念英国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牺牲的运动者，嘛是要让国际社会关注中国香港的人权所受到的迫害和威胁。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35年前伫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民众挡伫战车头前画面，相信大家拢各有记忆。当初的天安门事件到底有偌济死伤？官方的讲法是200-300个人，也毋过一寡内部的资料显示讲绝对毋拿。也毋过中共是完全封锁六四相关的资讯，真相如何，到达是阁无人知。今仔解破新闻，咱特别请雅顺为咱来回顾这个历史上真重要的六四事件。是主播，咱今仔日的解破新闻特别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也就是89命运。这个事件的起头就是1989年的4月，中国共产党的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过身。因为胡耀邦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领导人，所以当阵受真侪民众伫咧天安门广场来为胡耀邦哀悼。这个集会是慢慢变做呼吁政府爱解决通货膨胀甲官员贪污的问题。人民的示威行动是渐渐扩大，对集会、游行、政绩发展到罢课等等。迄当阵，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就指控这个示威行动是有人上空上芳，要来推翻中国共产党嘅制度。
这项声明是引起学生愈不满、愈团结、愈大规模来咧抗争，甚至有人绝食来咧抗议。政府看这情势唔对，换要甲遮的学生来对话，却有关系超白平，局势是愈来愈严悬。各地是拢有发起示威的行动。迄当阵的领导人邓小平，伊就指示要来实施戒严。5月20日，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平是正式来宣布戒严令，动员大量的军队组织去到北京附近来咧戒备。示威的学生甲民众是继续咧占领天安门广场，到6月初3，李平等等的高层指控这示威者是恐怖分子，认定因是反革命的运动，下令这军队就要进行清场。迄枚大批的军队伫咧前往天安门的路里，甲阻挡战车的民众爆发冲突，造成伤亡。一直到过当天6月初4。战车也有军队伫咧天安门广场、青场顶也有开枪，造成真侪民众甲学生伤亡。目前估计天安门事件造成200至6000人死亡。这估计范围会掠到遮尔宽，是因为中国的资讯到今拢无公开，所以伤亡的人数是有源不明。也历史天安门事件是已经过35冬啊。受害者家属所造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是继续来呼吁中国政府爱针对天安门事件来说明，也有回实的。另外，因为香港伫咧6月初4拢会去维园来点灯悼念天安门事件。不过，伫咧香港的港版国安法推动了后，即马就正做是禁忌，甚至今年拄通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嘛，用来头一案就是逮捕牵涉到六四纪念活动的6位领袖。目前就变做是迁徙去到英国的香港人，也有伫咱台湾有继续咧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今年日报报道，即马中国的野心也有作为，嘛，互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戒是比六四事件迄当阵也更较大。今仔日咱的解判新闻就讲到这，所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雅顺哦，咱继续来关心新北市新店一世王的富人人，伊最近哦伫徛街附近带狗仔散步，去拄到一个无熟识的查甫人，对伊黑白骂，佮想要动手，佮呛讲要杀人。这个富人人嘛已经去告伊恐吓，也毋过哦过几啊天，警方是佮还未找到这个人，或这个富人人哦出门哦拢未放心。有一位富人人牵狗出来散步。突然间，有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起步步冲过来，一个主人随甲狗抱起来，规人哭来。不过对方一直话休，拳头武功顶起来，敢若是要甲人拍。迄当阵，这个查甫人的一句话，互伊到即马出门时阵，心内拢会惊。他飞快的就边吼：“我要杀你！我要杀你！”2、3秒就到我面前，但我立刻蹲下来，我喊：“救命！救命！”我瞬间脑袋一片空白。事发之后2天，真的不敢出门。王小姐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伊讲差不多1礼拜前，伊伫新北市新店散步时阵，行到开远路这个顶仔骹，突然间有一个查甫人一直甲伊nhìn。伊讲也毋捌看过对方，无想到讲差一点互对方拍，伊也真无奈，讲迄当阵边后真侪人围咧看，也毋过拢无半人出来斗相共。所幸被害人并未受伤，经员警到场后。该白衣男子已不在现场，本所依规定受理，并至案发地查访、调阅监视器，积极侦办中。命警方到场时阵，这个查甫人已经离开，也毋过这个妇人人已经提出恐吓的告诉，也毋过代志过了几落天，警察拢无找到人。伊讲，伊伫案发了，伫路又阁看到这个查甫人，互伊到即马出门的时阵，心内拢真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泽温哦，5月2日有人伫车厢黑白杀人，有2个人受伤。迄当时是有真侪真勇敢的民众哦，拢出面斗相共掠人。台中市政府今仔就公布讲，有15个咱国内的民众，即使人坐中捷拢免钱。市长罗秀燕今仔嘛表扬9个人。
徛伫台顶，因是台中捷运上南案件当中，用奖去阻止嫌犯的乘客。测试市长罗秀燕伫市政会议顶头公开表扬，讲因是城市英雄。其中留长头毛顶这4个人，因为第一时间上去阻止嫌犯，是特别受到注意。那时候很紧张啊，怕后面的人就继续就是挡不住，这样很麻烦。引用自那个张颂的福利连。如果是勇者辛梅尔的话，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做的。我是看看2个到底是哪一个啊？我看到他是脸上有伤，而且他的眼神啊是求救的眼神。5月2日，台中捷运上南案嫌犯伫车顶提出刀攻击，第一时间冲去压制嫌犯留长头毛的酷姓，伊的面躯有削着2刀，随后一个穿短裤的嘛冲去夺刀，另外一个提雨伞第一时间佮吐唔着人，后来嘛是斗相共甲嫌犯控制掉，因为这个体格上好，穿乌衫的小姐是甲嫌犯压伫车门边。这4位英雄拢讲，伫迄当时，敢若想着讲要阻止嫌犯继续伤人。伤亡越多，对。说真的，那种感觉不好。对，说真的，顶多就是自己死翘翘没差。对，不希望大家伤亡更多。现场的各位应该没有人都是反应都是及时的啦。对，都是本能，然后其实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立刻要去制止他的行为。感谢这17位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保护这个台中市民、维护治安的。城市英雄。市府表示，苏当时有协助压制嫌犯的有17个人，其中2个外国观光客已经出境，另外这15个人，14人坐台中捷运拢免钱，麦当领到协助破案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因为有黄生雨的方面哦，中华便道高关到德基路段总是落大雨。公路局嘛发现，当伫高段关有袂少的路段拢崩山，其中19.8公里的所在路基是流失，就要等到6月7日道路才会当畅通恢复通行。那又受到这个周末豪雨锋面的影响，导致上方大方的块石崩塌。那虽然崩塌量体不大，大约有400到500的立方公尺，但同时也造成了我们有长达20公尺的路基缺口。目前我们的抢修策略除了及时清单以外，也会用坍塌下来的巨石去做一个砌石挡土墙的方式来回填我们的路基缺口。那当路基恢复以后，我们也会同时在观察上边坡并对上边坡做一个保护。那预计会在礼拜5的上午恢复我们这个路段通行。高关公务段是表示讲，伫4月初3的地当，中华便道19.8公里的路段都有大石头落来，路基受到损害哦。因先利用附近的石头来铺路，互车辆会当通行。最近山区又搁落大雨，路基搁再流失，山脚嘛不时拢有石头落来，实在是真危险哦。会来看状况，赶紧来畅通。公路局嘛呼吁民众哦，最近无必要尽量都唔通去山区。最近因为方面雨水是袂少，全台湾的水库水量拢有增加，也毋过北部的石门水库水量只有回升到3.5%，阁无法度上过乐观哦。气象署是指出，今仔开始水汽增加，各地拢会落雨，明仔水汽会愈高，落雨的范围嘛会愈大。拜六开始是5日节假期哦，天气是真热真热哦，过昼嘛落淡薄仔雨。如果要变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初4拜2水汽增加，各地拢有无定时的短暂阵雨。初5拜3开始，对华南喷雨区向东边行煞，西北部落雨的范围更较宽，东北部嘛有短暂阵雨。但若初8拜65日节连假，天气较暗黑，过昼了后，较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在台湾附近是暖湿，首先是暖湿，天气闷热，提醒大家留意。然后至于南部、东南部，甚至在中部地区，会随着风向变化，还属于整天断续会下短暂性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各地则是中午以后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这礼拜方面到位，为台湾带来雨势不哩大，全台湾水库欠水量拢有增加。不过到初4早起7点为止，中央北部用水的石门水库欠水率仅35.1%，其他的像台中石公坝、台南白河水库、三文水库、高雄阿公店水库等等，欠水率拢无到5%，水情持续紧张。石门水库它从5月开始它的水库的蓄水率，因为季波的封面，它就逐渐的好转，那蓄水率慢慢的爬升。那这个是从枯水期转为丰水期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水利署表示，桃园、新竹、苗栗水库整体水情已经明显有较稳定，所来要是有方面，今年水情要是较乐观。因若气象署提醒民众，未来一礼拜天气较无稳定，民众若是出门会记得爱扎雨伞或者是雨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开幕，总统赖清德伫个致辞的时表示讲，望大家做伙来打造台湾，真做是 AI 智慧岛。今年英特尔的执行长季辛格、AMD 的董事长苏姿丰，佮有辉达创办人黄仁勋拢亲身来台湾参加，嘛发表演讲。辉达是表示讲因打算要伫台湾来起工厂，至少要请1000个工程师甲研究人员。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随时早起来参观电脑展，伫个大会头前正笑过点起伊的大夫。黄仁勋讲，伊正欢喜来参加，因为 AI 会为台湾带来正大的机会，而且 AI 就亲像电力同款。虽然看袂到，也过真有价值。怎么大家伫咧关心讲，黄仁勋以后会伫台湾设计中心会设伫咧倒位 ？We will build a new facility so that we can hire at least 1,000 engineers. Chip designers, system designers, software engineers, AI researchers. We have an excellent AI research lab here, working with universities and doing some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And so we're going to do just about everything that NVIDIA does here in Taiwan. 应用 AI 世代来临，总统赖清德伫参加电脑展致辞时阵讲，希望大家做伙来建造台湾 AI 智慧岛，继续培养相关人才。我们大家共同打造台湾成为 AI 的智慧岛，会持续培养人才，不管是 ICT 产业的人才、晶圆制造的人才、半导体的人才，或是人工智慧的人才。AI 产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就连科技大厂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随时伫咧电脑展演讲时阵，也以 AI 做主题。但 AI 未来安怎伫咧资料中心、云端、PC， 抑个全球的网络加边缘应用，开创新的可能性。AI continuum from semiconductors through products, and that starts with the Intel Foundry. And chips are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world needs more flexible and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this has given rise to us creating the world's first system foundry for the AI era. 季辛格也讲，以后 Intel 会将 AI 融入到开放式的生态系内面，达到创新技术普及化，和 AI 伫每一个所在拢有。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今仔开股东会全面改选董事，这嘛是董事长刘德音最后一届主持股东会。伊是乐观的表示讲，台积电今年会阁有如何的成长，人工智慧会带动半导体需要，所以对台积电的成长是真有信心。我想还没有那么高了，几乎我们会继续努力。用真趣味的方式回答问题，大卡是伫拍扑啊。这是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退休进前主持上尾一场的股东会，气氛是真轻松。伊乐观预估，去年因为基准较低，所以今年台积电又搁会是大成长的一年。因若 AI 的风潮带动半导体的需求，对未来这几年的成长，伊是真有信心。人工智慧的应用所造成先进半导体的需求，正是台积公司今天技术和制造方面的强项。这使我们对于台积公司未来几年的成长深具信心。受到股东予伊祝福的会，刘德音特别把这个责任交副总裁魏德嘉。回头看6年前，两个人为创办人张忠谋手头，把这个责任接起来。台积电的股价为229块大起270%，创下878块新的记录。所来嘛开始由魏德嘉专心领导的时代。那你知道董事长要退休了吗？知道。然后呢？祝福他。虽然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我们预计今年将是台积公司健康成长的一年。另外有股东讲到华为，这个发展经营代工，敢会超过台积电的。刘德音讲，对每一个竞争的对手，伊拢真认真看待。不过现阶段应该是无啥可能。台积电测试伫股东会表现的鼓励之下，开盘小可有起，嘛起到851块。不过盘中变乌，上价有到837块。台股嘛开价走价，盘中失守21500点整数的关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非洲地震疫情在滚价。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仔早起嘛去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来视察，因为5日节要到咯，行政院长杜英泰嘛爱相关部会，都爱特别注意爱落实查验的工作。
这么若是对疫区国家或者是疫区周边国家寄来报告，台北邮局处理中心拢加强检疫。像防疫局若批到这个有问题的报告，开几看了，就发现这个自泰国来的报告内面有毒肉素，因为5月做要到啊，真侪人会送礼。国际上非洲毒灾阁真严重，非洲毒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早起就到邮件处理中心视察，行政院长杜永泰要求一定要加强边境的查检。非洲猪瘟到现在为止，我们进来台湾检验的过程当中，能够检验出它这个病毒的比例还将近有1成，9.8%，在7000多件当中，还有700件能够检验出，表示它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威胁。今年一直到5月底，咱国已经查到违规输入毒肉产品邮件包裹111件，防检局提醒民众违规寄检疫物品。寄的人第一遍被查到会罚20万，那第2遍就罚100万。我们依照它的来源国来分析啊，最多的就是从中国大陆、香港还有泰国，有8件它是故意的输入，所以针对于这8件的这个收件人啊，我们都各裁处20万的这个罚款。防检局呼吁讲，即马5月做要到啊，真侪人会送礼。民众伫咧寄礼品的时阵，要特别注意相关规定。非洲毒灾这么严重，即马伫咧亚洲，即个咱国甲日本唔是疫区。除了邮件包裹以外，入境的民众也要注意，唔通炸违规的毒肉制品。希望一人甲毒灾挡伫咧国外。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为特别打击诈骗，5月份推出打诈司法，和中央有权会当来封锁诈骗网站，警察嘛会当来调使用者的资料。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款权力无配套的办法，若是滥用民众的隐私权会受到侵害。这几年一直传出诈骗事件，行政院5月初9推出打击诈骗新司法，透过立法、修法补破网。但是民间司改会甲部分民间团体指出，其中的早期犯罪危害防制条例，温准政府紧急封锁科技网站，阻挡民众受诈骗。但是过去是捌发生过错误封锁网站的代志，造成误封的状况，它会导致于说一般人权在使用这样子的网络上会有实际上的困难。这种状况下，我们认为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也没有相关的救济机制。2022年啊 ，Google Map 就被封过了，就是被误封啦。大家就去找为什么啊，就发现它被放到那个黑名单里面。民间团体表示，会当理解打击诈骗有赶时间的需求，但是要求速度的同时，也要有事后审查规范甲救济机制。另外，亲像办诈骗案件，检察官办案有权去调通信使用者资料，若法警要调，就需要先经过法官允准。不过，通信保障甲检察法草案，和法警有权力直接调，免通过法官。民团认为可能侵害隐私。在要件上应该要再更具体明确一点啊，比如说他在什么样的要件下，是不是有一定的犯罪嫌疑？或者是说他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法官保留，也就是这个第三的中立机关来做审查。这个规范它确实是非常接近基层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调，当然是最快。行政部门主张打击诈骗要求速度，新法草案和法警有权力，亲像检察官同款，直接调通信使用者资料。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也认为，诈骗案定需要下关市队长办案。这条草案对基层来讲确实真有利，但是民团指出，警察数量是检察官的60倍，安怎确保权力袂互人滥用，是所落来草案送到立法院了后要解决的问题。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刑事局统计，去年咱台湾防诈骗的金额是有88亿元，创历史新高哦。为着要加强民众对诈骗的警戒，新北市警察局对校园出发，教学生囡仔来斗宣传哦，甲相关的知识甲讲互时代来了解，增加民众反诈骗的意识。学生囡仔提出手机发信息互厝内的人，但详细看内容写着投资稳赚拢是假的，爱注意。新北市警察局为着宣传反诈骗，想出由囡仔来发信息互厝内长辈的创意，来到新北中和高中宣传。学生讲家己手机嘛定定收到诈骗信息，经过这个经验，唔来向厝内人宣传反诈骗，伊嘛想要将信息传互更较侪朋友，望减少诈骗。3不5时就会有，可能1个月就会有一通诈骗讯息。才会搬群朋友
朋友，对，认识的人，希望大家不要受骗。警察局讲，这几年投资稳赚未了的诈骗增加，因发现其实侪受害民众拢是为着厝内人，尤其是囡仔的未来，才想要赚更较侪钱。所以因想讲，先让学生了解诈骗的手法甲危险，才由囡仔发信息给厝内人，透过时势去影响时代，强化民众对诈骗的警戒。过去我们将这个防诈宣导都放在这个有资产的人这个身上哈，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他们是希望将这个家里的环境改善，才会想要去投资。所以我们这一次是透过家里的晚辈，希望这些长辈们能够听到晚辈的建议，每次如果接到这一种诈骗讯息的时候，能够谨慎的小心。根据刑事局统计，去年全台被诈骗的金额总共88亿外，创历史新高。新北警察局呼吁民众若有接到投资稳赚、交朋友等等的信息甲电话，一定要先卡165反诈骗专线，保护家己，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王可选、柯明哲新北报道。来看法国的脚球名车姆巴佩要转战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皇家队伫七一是摕到因队史上第15座的欧洲冠军哦。即马有姆巴佩加入，气势是如何？有风声讲姆巴佩合约一档是3500万的欧元。法国总统马克宏甲球星姆巴佩握手的时，也确认过眼神。真紧，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就正式对外宣布，姆巴佩所落来5年会是红白的一份子。姆巴佩也伫社群媒体打文，真欢喜家己的梦想变真的。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伊的合约是每一个球季3500万欧元。C'est un attaquant, un matador qui sera, et on verra. Parce que le Real a besoin d'un tueur. Je pense qu'il le sera. 25岁姆巴佩2月时口头答应转去红美，5月对外宣布本季结束就会离开巴黎圣日耳曼。2018年伫国家队协助法国摕到世界杯冠军，也摆伫巴黎圣日耳曼那摆摕到法甲冠军，踢伫2020年欧冠决赛，因过将机会输互有梅西阿根廷。巴黎圣日耳曼已当今聘请姆巴佩，巴西球星内马尔也有梅西，拢希望摕到一座欧冠荣耀，却一直拢未当如愿。随着姆巴佩名气愈来愈大，红美摆伫2022年向热手，双方也有高度的兴趣拍算合作。向过去年6月，互法国总统马克宏出面挽留落来。A mí personalmente no me gusta y yo no le ficharía. Hace 2 años nos vendía absolutamente y todos le gritamos en contra. 几天前，红美伫欧洲冠军联赛以2-0打败德国的多特蒙德，是队史第15摆伫欧冠封王。这几年，甲姆巴佩球员积极接触，即马顶级俱乐部加上超级前锋，也互认为是足大绝配。另外，巴黎奥运，姆巴佩捌表示愿意效力，国家队也需要伊，也毋过也爱看红美敢要帮人。目前初步列出的25人名单无姆巴佩。主帅亨利表示，7月初3进前，什么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过来消息哦，过来看高雄港是国际上港哦，上港区禁止渔船掠鱼，也毋过最近伫第1、第2港口附近合法会当钓鱼的所在，有民众就看到讲有渔船在掠鱼。港务公司佮航港局是警告讲，这款违法的行为是会当罚50万。渔船伫高雄港上港区范围内底作业，互钓客看到，将影片放起伫网络。高雄港是国际上港，为着避免出入的货船顶船只发生意外，第1甲第2港口堤岸附近大约5里范围内底的海域，渔船拢袂使掠鱼啊。但最近所有钓客反映，常常看到渔船乌白走来掠鱼啊。看好多也有啊，警察会来。要开单啊，他也不理会啊。如果你丢远一点的话，就会弄到他的网子啊。是有时候他会连在那个黄坡体上面哦，他们就不收了啦。伫基顶第2港口北堤合法钓鱼区，初时一透早就有袂少钓客来钓鱼。管理人员私下表示，部分渔船会趁暗时来堤岸附近野网啊，造成堤岸内的钓客钓袂到鱼啊，嘛可能会害出入船只螺旋桨交到网啊歹去，有安全疑虑。上港法第36条的第1项，上港区范围内不得采捕水产动植物嘛，违反这个规定啊，依照法则来讲，应该是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啦。港务公司提醒，迄阵伫香港区范围掠鱼已经违反香港法，相关会使处50万的罚款。航港局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总共接到2件海巡以上的违法掠鱼案件，而且港警甲海巡协助处理，来维护香港出入船只的安全。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宜兰县五吉乡的水门的附近，有一个互渔船出入的小型的码头。最近有人指控讲，有私人游艇业者长期拢甲船停伫这个码头，嘛已经影响到渔船的出入。县政府是表示讲会要求业者要按限期1个月来改善，无的话会以水利法来处罚。码头这只游览船挂广告，招人客包船。不过，这个伫东山河顶悬简单型的码头是提供渔业使用。有渔民指控讲，这个游览船长期霸占公共空间，还佫设铺桶，甲4块位啊围起来，佫锁掉咧，影响当地渔民的作业，已经有2年啊。伊空间硬囥安尼，你人来就讲，大家要想为安尼，拢无自信来讲，你这船啊要歪打。真侪人看到嘛，认为游艇的业者甲码头围起来家己用，实在是不合理，观感嘛不好。我不晓得这里面的原因啦，但是没有人围，他有围就观感就不一样。这行为不懂。你讲我歹听，这真哑巴。渔民指控讲，游艇这个行为已经2年啊，官府今年还佫办2届会勘，不过问题拢无解决。因为简单型的渔港无下用渔港法，官府讲车山会勘了后，认定游艇的业者家己用铺桶甲围扎的行为已经违反水利法，会依法处理。按照水利法63条之5，它是未经许可私自设置。那相关的法则就是我们会请他限期要改善拆除，如果没有拆除的话，按照水利法的规定是可以按次处罚。洪指控业者讲有配合拆掉，不过测试迄天还佫有部分的设施无拆。官府以水利法的规定，要求游艇业者限期1个月来改善，甲现场恢复原底的面貌。若无改善，会按处罚1万以上20万以下罚款。若佫无改善，官府会去甲违规的设施拆掉，而且依法甲业者讨拆除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方面雨落袂离，森林一寡稻仔拢倒长。最近一季的稻仔要开始收落，有农民是真烦恼，讲雨阁继续落会反应，所以就想要先刮。县政府农业处是呼吁农民上好嘛是要等到9分才通刮。近期受到几啊波大雨影响，有真侪稻仔拢出现倒去的情形，当地农民就烦恼，所以这几天继续落雨，趁着今日天气好转，赶紧来采收稻仔。较紧刮啊，无搁落咧无饭好食啦，你知无？嘛是一定的速度才会刮，无你去互米甲栽你袂好啊。农民表示，部分的农民烦恼，前几天倒去的稻仔，如果搁碰上落雨天，恐惊互仓库积水无法度收刮。为了避免发芽导致灾情扩大，才有采收的情形。对此，文管府农业处的呼吁，嘛是要等到一定的湿度才来收刮，才袂影响到收入。啊，就惊倒伊，惊倒出芽啊。怕它的稻米会倒伏，所以尽情的提早的采收了哈。那我想这边大家都知道，这挂对稻米的品质有影响。文管府农业处表示，近期雨势大，造成县内大约200公顷的稻仔倒去，目前还未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但如果稻仔抢收，导致稻仔含水量高，嘛影响到鸟商和农会收购车的绩效。记者从为你报道。来看台南吉东山的中兴南路，常常拢有民众经过车辆会防堵破，有民众嘛抛相片伫当地社团来提醒无想到讲未少民众嘛捌拄过同款的代志，当地派出所嘛主动来展开调查。来到台南东山区中兴南路顶头，遮唔但有超商，嘛有大卖场，平常时车嘛真多。不过最近有民众骑车经过这条路的时，连啊敢若互灯啊突破，甲相片牵上网络，所发现伊唔是头一个。就捡到4、5颗，是圆形的，它中间有一个铁钉。对。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样对？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危险啊，我就把它捡回来丢垃圾桶。这咱袂当去讲推论啦。啊，其实迄个物件看起来嘛，唔知是啥物件吼。什么物件？迄是铁的物件，但是迄个物件，你啊车去搞着，绝对一定破去。
民众凊彩行行咧，都会当捡到4、5个钉仔，而且嘛有民众讲，为今年3月开始，陆续出现受害民众，当地派出所接到通报了后，主动调查，怀疑是有人咧作业。本案根据脸书我是东山人提供之线索，本所积极侦办中，然后请民众有发现可疑，请立即跟本所联络，也呼吁民众勿随意丢掷疑似鸡爪钉的物品，以免处罚。虽望警方主动调查，不过因为线索收少，警方目前干会当加强巡逻，嘛呼吁民众若挑工等危险物品，会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大海团队发展一套台语、英语会当互动的 AI 机器人，佮会当甲台语随翻做英语。这台机器人会先伫台南甲高雄地区6间学校的台语课来使用，咱做伙来看卖。台湾的红豆饼就好食。学生用台语对桌顶的机器人讲话，机器人随甲台语翻做英语念出来，落尾佮甲这字句做成笔记。高雄东光国小台语课出现一位无同的老师，就是这个台语、英语互动式的 AI 机器人，互囡仔会当学母语甲英语，嘛因为机器人生甲真古水，佮有动作展示，学生囡仔手咧要甲机器人互动，感觉真趣味。机器人会使互我讲台语佮讲英语，会使互我做笔记，足方便的。有这个机器人来，甲咱上课会使较趣味。这台台语、英语的 AI 机器人，拄开始机器人敢来当甲人对话，产生图片尔。今年机器人功能升级，佮会当到整理资料做网仔型的图。目前也已经推广到美国、日本等等学校，互世界各国的人通学台语。上课的时阵，互学生也是老师会使甲重点画出来，产生一个知识图。这个应该是讲，咱对学生的学习会做有帮助。一班有20-30个学生，逐个学生拢和机器人讲话讲了，咱就知影小朋友伊学了安怎，伊重点敢有抓出来。李教授表示讲，目前这台 AI 机器人会伫台南甲高雄总共6间学校做示范，未来也会推广到其他县市，互囡仔学母语兼学英文，嘛毋望未来有机会通做时代开讲的对象。记者张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华东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